花莲县政府伫市区要翻修一间旧厝，改做文化艺廊。经费是对今年2月初来电动灾害补助拨落来的，也毋过这栋旧厝并无因为电动受到损害，所以经费的来源有争议。审计室嘛有提出纠正咯。来到花莲市复兴街爱玉酒店的后边，这栋建筑就是县政府用600多万修理的文化艺廊。不过修理经费是使用0206灾害捐款来修理的。地动了后，这栋建筑其实并无提报财损，即马提捐款来修理，敢有合理？花莲发生地震的时候，也真的涌入非常多善心人士所捐的款项。那我们希望这些捐款的部分，一定要用在应该用的刀口上面。另外，这栋建筑刚45年，不是列管危险建筑，嘛不是文化资产。审计师认为，用建材捐款修理不是财损公有建物，也无提出甲地动有关系，无符合灾防法第45条规定。花莲县政府现在有很多的房子，它都是用行政管道申请了一笔经费，然后呢，再去跟0206的这个灾款拿了一笔钱，它其实回避掉了中央的审查以及议会的监督。县政府文化局表示，建筑物本来是警察局的宿舍，2020年清查原有财产，发现无人大扫回收，内底梁条结构因为地动受损，爱修理，使用0206的捐款无问题。105年消防署有一个函释，只要捐款人没有指定用途，那他就可以连接到灾防法37条，针对公共建设的部分做灾后的重建。文化局讲已经向审计室提出说明，建筑物内部空间10多平，20年底启用来做艺廊，展出青年艺术家的作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